到频道社群贴文，频道的社群贴文搜寻。点按了才有声音。看有诶，你看含迄字都拢有清楚诶，毋通迄要求遐济啊啦。Good morning 可能是早安问候、请安图文啊。Good music 好听的音乐啊。关键字时答案好，前面加井字号，然后再发布贴文，建立贴文发布。你看在频道 YouTube 频道的社群啊，建立贴文发布以后点按超连结。你看哦 ，Good morning， 还不一定是早安问候图文呢。那 Good morning 是早安哦，你看很多都拍那个日出了哦，好多都拍日出了，好漂亮的哦。哎呀，原来跟音乐有关系哦，美景加上音乐的，哦，真的很美的美景，日出的美景真美。